洪海头的台语基础教育，2018年12月，立法院总算通过《国家语言发展法》，文化部正做火车母，互遮的政府机器捧互振动起来。今年教育部嘛开始规划，要甲本土语言教学排伫12年国民教育的课纲里。台语课宛然是救咱母语的一帖仙药。毋过，2006年实施母语教育到今，敢有看到效果？若实际来了解目睭前的课纲设计甲课本的内容编排，就知影内底有真大的问题伫咧。即摆的学生囡仔课本扫来根本都看无、读无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台语的课纲设计，为国校3年才开始教罗马字，国校6年读煞，才甲罗马字规个学了。这是啥物意思咧？亲像你学华语，无要先学注音符号；亲像你去学英语，毋免先学 ABC。学台语先学罗马字，就代表为台语上基础的字母、拼音、声调开始学起。是安怎伫学校学华语、英语，就爱先学字母、声调，独台语免先学，就看有。咱的囡仔实在可怜，为小学1年开始，因为课本的汉字学记音，便扫来就照华语音来学白页，凊彩读。边仔写罗马字，有字母、声调嘛袂晓看，袂晓念，连一个语言上基本的声音都无要先甲学起来，要安怎来教因讲话、搁捌字读册？就算为3年开始教，嘛是拆甲喙糊糊，无一个完整有系统性的罗马字教学。咱本土语言的语言环境已经强要消失去啊！伫学校所有的教学语言是华语，伫社会、家庭有机会接触的嘛，差不多拢是华语。连遐强势的华语，伫国校入学，就爱先教手册，先教注音符号。咱台语平常时无得讲，其他老师伫学校上课嘛无得讲，干那一礼拜顾一节台语课。阁无先甲罗马字教完，互因透过字母、声调培养语言的基本能力，有才调读课本。安尼，咱的台语教育敢有效果？敢无需要检讨？